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可，欢迎收看8月8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过去一档伫咧天高咧风地中心的研究之下，发现天高咧病袂猛的生卵环境甲介意生卵的习惯，依照研究出来内容，研发设计了新型的幼卵筒，要来防止天高咧病袂猛。即马佫加入一项新的工具，会当使用。天高咧风地中心去年针对2种病袂猛、白线斑纹甲埃及斑纹做研究，监测病袂猛伫咧一般民众厝内底的习惯，并且依照所研究出来的习惯，因研发了幼卵筒这款新的胎蠓器具，会当放伫咧厝内面，透过内定的纱网甲抓虫胶，将病袂猛以及伊的卵粘条的。研发的教授也一一说明这个幼卵筒伊运作的原理。这只蠓来，咱若用幼卵筒，伊来放卵，卵放咧，伊个飞去，飞去佫去别位放卵，无去塑化，对无？即嘛，若用这个粘补式的幼纱筒，伊来粘条，无法度佫去别位放卵，无法度去定卵，当然没有办法再传播登革热，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咱都要讲，我们怕它变成滋生源，万一它没有那么听话，偶尔它在挣扎的时候，蛋产下来，那个卵掉到水里，可能会变滋生源，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用一个铁网，中间用一个铁网隔住，那它就确保不会变成一个滋生源，所以就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概念，一个桶啊内底加水，就成网来放卵。当然，上界基本的天高的风地、巡倒、清刷，嘛是爱做甲到。卫生局长陈仪就呼吁民众一定要将厝内底户外全部拢摒扫好清清气气，才会当避免蚊仔的产生。今仔日呢，其实呢，应该甲较侪时间来，互咱杜教授甲咱讲，咱有哪着爱研发产官学，伊会想讲，这蚊仔要安怎来好好啊甲掠起来，包括幼卵筒，这嘛是咱这个这个文媒中心呢，互咱一个正确的数字，咱哪知影讲对遐呢较济，对遐咱爱蚊仔较注意一下。但只佫甲大家多谢，就是讲呢，咱伫即个社区啊，也是爱拜托咱这职工，咱会当安怎拍拼，为家己安怎过来？无网上安心，安尼吼。头拄仔讲的，咱头拄仔局长讲，咱外口咱就是这个境外入的便利，但是今境外入的便利呢，当然咱机场、港口还是防疫单位都会当来了解，但是呢，若有一寡若伊入来到咱的社区内底，怎么做上安全？就是互咱的家户内户外都没有阻止，这样可以打。目前，这款新型的幼卵筒已经甲南区餐料理以及北区圣安里的家家户户合作，让民众会当自主管理家己厝内面的环境，并利用幼卵筒来杀蚊仔。一旦成效良好，将会推广到更侪区里，全面消灭天高的病袂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欢庆父亲节。基比医学中心对上午开始，就伫咧门诊大厅举办了济健康照护的活动，要帮爸爸的身体做全面的检查，要来确保爸爸身体健康。伫咧疫情的肚皮舞开场表演之下，基比医疗中心的健康爸爸父亲节活动正式开始。现场提供了济医疗方面的专业咨询，也提供简单的身体检查。同时，为着要帮助爸爸疏解平常时做工课累积的济压力，现场也提供了热情的服务，帮辛苦的爸爸轻松一下。这个基比病院每一档的爸爸节，阮拢会筹办一些关怀咱爸爸身体健康、男性这个身体方面一寡活动。阮今仔日结合了营养科、营养科、复健科，还有我们的中医这个养生茶。
上特别的是，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台南市这个社区大学这个魔九练舞社来跟我们做现场的表演。另外就是我嘛甲这个罗岗局这个台南市的盲人协进会合办的这个与恶势力共舞的一个活动这个恶势力我们现在做拍台节恶势力啦是按摩有咱的这个按摩的一个服务，让咱的爸爸是这个平常做工课做辛苦这个过程当中会当放松。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若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规家伙仔幸福。为着要欢庆今仔日8月8号父亲节，基于医疗中心特别办理这款的活动，打进民众的生活，也希望借此机会提醒民众爱多多关心爸爸的身体状况。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近年来，民众对交通安全的观念重视，佮加上警察局交通大队为着要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运用了大数据分析来分析出容易出车祸的原因，并制作成宣导影片，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甲用路人讲爱注意行车安全。不任意穿越车道、闯红灯，清晨或深夜外出时应佩戴 LED 发亮灯具。105年因违规停车发生268件交通事故。这期交通安全各影片受担市交通大队为了宣导用路安全，特别制作的，利用大数据来分析，包括容易出车祸的路段、原因、甲容易发生事故的时段等内容，搭配6段发生事故原因影片，希望有效降低民众违规行车。我们警方运用大数据分析那针对我们台南市的易肇事的时间、地点，还有肇事原因那来制作一个案例宣导的一个短片来呼吁民众交通安全。那这个短片的内容就包括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违规态样比如说是机车的酒后驾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还有未规定2段式左转，以及违规停车，还有行人的违规等等这6大的一个主轴来做短片案例的一个宣导那也呼吁各用路人能够重视这一些正确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观念。这个影片已经将台南市交通大队的脸书、YouTube 等网站，未来嘛将伫市府播送，希望这市民拢当斗相共分享宣传，提醒大家注意日常交通行为，提升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新闻朱国义采访报道。南区德溪市兴建到今已经47栋，超过40栋的报废年限。不但桥梁老旧，而且佫有钢筋外露、佫生銑的情形。议员林美燕烦恼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要求相关单位趁着德溪整治的机会进行重建。为民国59年兴建的德溪桥已经超过40栋的使用年限，里边互人行的便桥，为民国93年到今，也已经出现一寡破损的情形。议员林美燕希望照着德溪整治计划，将这2座桥梁重新修缮甲改建，未来互整体环境会当有一个一致性。我们也看到，在第一期的工程里面，我们也看它紧邻的是竹溪桥跟竹溪便桥。那因为长期以来这个竹溪桥跟竹溪便使用率非常的高，最近有看到工程车就是一再的进出啦，所以我们也是蛮担忧竹溪桥它的安全啦。因为竹溪桥已经届龄47年了，已经达到届龄40年的一段改建的一个就是它的标准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要求公务局再一次的对竹溪桥的就是安全结构做一个加强的体检未来我们要求公务局跟水利局的搭配，能够让竹溪桥能够做重建。
重建。那竹溪便桥呢，因为它使用率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做一个修缮的工程的一个目标来做努力啦。公务局表示，每2档拢会针对桥梁做检验甲维修，离人行的便道因为基础结构也阁真稳定，所以桥面部分将进行整修。但德溪桥因为达到40档会当报废的年限，所以将由水利局纳入德溪整治第2期工程，争取增加建设经费，由公务局配合施作。我们车行桥的部分是在59年的9月竣工，然后人行桥的部分是93年的8月竣工然后每2年会检测一次。然后目前这2座桥检测出来的结构是安全的不过就是说因为59年9月这个竹溪桥它比较老旧一点，而且有影响排水那部分的话我们会申请报废。然后这个人行桥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用整修部分，然后会请那个水局纳到那个前瞻计划的2期的部分来处理。德溪整治计划目前搁伫第1期的工程，离第2期则是预计伫108年甲109年2档进行。议员林美燕表示会持续监督，并要求相关单位伫工程开始进前，一定要办理说明会，让地方人士了解工程的状况。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安平区公所甲知名虾卷店首次合作，伫咧安平乡土文化馆要来打造古早味的食物文化。希望借由8月8号到11月5号的展览，带民众做伙来感受台南美食的起因日，也用无同款的角度要来熟悉安平的文化。由安平知名虾卷店的头家打着面打，带着由安平区长办演的点菜人员，配合安平乡土文化馆甲在地小吃合作的历史回顾展，来营造出小吃店的氛围。希望来欣赏展览的民众，透过美食发源地安平的传统小吃，来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到周氏不只有虾卷，它还有一些文化层面，譬如在整个馆舍里面也有火烧虾的介绍，还有我们整个一个大世纪，在周氏走过这一个世纪里面的一些老照片的呈现，然后也看到他们未来多方面的一个经营的部分。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跟在地企业的活化认识，让民众来到这边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安平。虾卷店第2代的头家，除了透过行销，将顶一代传承落来好口味发扬光大，而且也加入新的思维，借着多元化的经营，将在地的美食推广到世界各地。这展览我们想说，回顾虾卷的63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阿嬷时代那时候如何从事邮通的生意，还有我爸爸周金恩先生他创立了会议点心店。那时候会议是我爸爸的别名啊，然后那时候他发明了虾卷，然后到我这一代，我如何把虾卷做不一样的企业化的经营，那到外县市去开展其他的店，然后也经营不同品牌的一个餐厅。搭配为期3个月的静海展览，伫8月12號、19號甲26號，各有安排3場的美食講座，來增加民眾甲展覽的互動，也進一步認識安平這個所在。但新聞站山林跟采訪報道。石鼓文創園區是一座結合古樂甲體驗活動的園區，因伫咧今年的暑假再次推出新的極限運動——高空自由落體。
挑战对7楼20米悬的所在来吹奖，邀请介意刺激的民众亲自来体验看卖。为7楼悬的所在跳落来，有人是感觉刺激好爽，不过也有人伫底面是丢度真久，只受到要踏出一步，心情就变了真惊吓。就算知影有安全的防护措施，不过要跳落去也是需要一寡心理建设。就是站在里面会腿抖，再抖，好害怕！加油加油！没关系，那边抖完之后这边就不会抖了。有没有觉得很高？不会，自己要跳，就看下去蛮高的，就上来的时候不觉得，还蛮恐怖的。有不敢跳吗？有啊，就是踏出去那一刻就觉得，那个风在我耳边，觉得我快死掉了。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快要。就是快飞下来。这项自由落体是一个文创园区为暑假开始推出的新设施。20米大约7楼悬的管道，业者号称是亚洲目前上悬的高空垂降器，提供介意刺激的朋友来这试家己的胆量。这个高度是20米高，可是它的设施是有到30米的，是全亚洲最高的。它的速度可以到4秒到6秒都可以，因你的速度，因你的重量下去做那一个这个速度，这个东西是你如果要玩的话，必须要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自己会跟自己拉扯，到底要不要跳，很刺激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来挑战。业者指出，这项设施是由英国制造，并通过德国技术监督协会的认证。除了伫开放进前，经过专业团队多处的操作以外，伫每一天营运进前，也拢会先由工作人员进行试验，安全有保障。邀请民众则会来挑战家己的极限。台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知名艺术家陈冠宏甲11位学生共同举办优惠联展。这个学生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依着丰富的人生经验甲老师的教导以后，创作出真侪让人惊喜的画作。一起同乐会书生联展展出的作品是由指导老师陈冠宏以及画图班的成员共同创作的新作。参展的成员拢是信公女中历届家长会长以及老师所组成，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包括信公女中校长郑丽龙、退休老师黄秋丽以及黄桂春、王锦丽、吴珍怡、李燕缇、张英昭、金淑玲、刘家刚、陈婉华、苏秀慧、丁郎。学员经过老师的指导，创作出100又过100高水准的优惠创作，要来甲大家分享。陈先生喜欢大海，喜欢钓鱼。他说，人在海中是一种很平静的、没有是非的地方，所以他叫我画大海。所以大海我就觉得非常的平静，所以我偷偷把一个小船，把他的船放上去。因为我是一个从事心理工作者。我常常陪伴的是一些心灵有创伤，然后人生遇到挫折的人。我觉得那个树可以让他们，就是从内心有那种重新被滋养，然后会因为那个树是很有生命力，那有一点对生命那种不屈不挠那种感觉。我希望那个树可以让他们找到力量。它在这个外表来看，真的雄赳就强了，对不对？然后呢，它呢？在飞行，他都不怕艰难，御风而行。他真的是那个精神。还有，他很可贵的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再来更可贵的是，夫妻俩是轮流来照顾小鹰，也就是说，这个夫妻呢轮流飞翔去找食物，然后轮流飞来。喂食。画这个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通常我们去画画的时候，老师都会放音乐，所以那天刚好放的是交响乐，然后刚好在画这个草的部分，那所以不自觉在画的时候就跟着这个节奏去画了这个草，这个草的节奏，画的时候是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画的，所以后来我们画老师有注意到，然后就跟我说，那个苏小姐，你刚画这个草很有韵律感。
画画是一个可以把心中很多的想法，可以具体的呈现出来。这一整个的过程呢，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美好的，然后会觉得生活是美丽而感动的，然后在自己的职业之外，然后有这样的一方天地，真的是很棒。由圣公妈妈一开始作为启发，那后来他们就到我的工作室去做油画的创作，那最主要都是由他们的生活点滴，还有他们所遇到的事情而作为一个创作的起源。那也是融入了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那也期待大家来看这次的展览，那能从中了解每个人的心境。学员以家己的人生经验所创作出来的画作，相当具有感动甲欣赏的价值。目前这挂作品拢已经伫咧台南文创园区展出，展期至到8月14号为止。喜爱艺术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一起同乐会，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电主办的羽球放电影活动，7号伫咧台南羽球馆登场。这场活动总共吸引了400名学生报名参加。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带予小朋友一个健康、又个快乐的暑假。为着要配合政府推动全民运动，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台电公司伫咧暑假期间举办羽球放电影活动，希望借此培育国家羽球的人才。互参加的小朋友对羽球的运动当中了解团队健康的运动精神，相当有意义。另外，主办单位台电公司也伫咧活动当中加入了节电的有奖征答，互小朋友自细汉就知影省电的重要。羽球放电影活动对8月7号到8月12号为止，一连5天的应对课程，教导学生对上界基础的羽球动作入门，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球类运动也会当更加有教育的意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底降，准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9度至33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